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萬象九章數學真樣嘅時間。喺呢一集咧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一個方法，叫做反證法。反證法係一個好強嘅手段，去解答一啲嘅問題。喺好多嘅數學嘅難題裏面咧，我哋都會用到反證法去證明一啲嘅東西嘅。而今集咧，我想同大家透過自相矛盾呢個故事去講下反證法。自相矛盾其實係出自韓非子嘅一個故事。故事係咁講嘅：楚人有欲盾與矛者，喻之曰：吾盾之堅，物莫能陷也。又喻其矛曰：矛之利，於物無不陷也。或曰：以子之矛陷子之盾，何如？其人弗能應也。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，不可同世而立。呢個故事係講啲乜嘢呢？佢話有一個楚國嘅商人咧，就攞住佢嘅盾啦，同埋矛去市場嗰度賣。佢就話啦：我嘅盾咧就非常之堅固噶，冇嘢能夠刺穿佢嘅。跟住佢就話啦：我嘅矛咧係非常之鋒利嘅，任何東西都能夠刺穿。有人就問啦：咁如果用你嗰支矛去擊落去你嗰個盾嗰度，究竟會發生咩事啊？嗰個商人答唔到，點解啊？因為如果支矛能夠擊破個盾嘅話，佢個盾就唔係冇嘢能夠刺穿啦。但係假若如果支矛真係唔能夠刺穿個盾嘅話，咁啊代表支矛唔係鋒利到任何東西都能夠刺穿咯。我哋試下用反證法去睇翻呢個故事。當然咧，我哋今次用呢個反證法咧，只係講到呢個故事嘅其中一部分。好啦，句子嘅開始咧係咁嘅：楚人有欲盾與矛者，喻之曰：吾盾之堅，物莫能陷也。嗱，嗰個楚國嘅商人咧就話啦：我個盾咧係冇嘢能夠擊破嘅。嗱，呢個係佢嘅一句子，就話個盾咧係任何東西都唔能夠刺穿。好啦，如果係咁嘅意思，咁嘅時候，即係代表啲乜嘢咧？即係代表無論我用石頭啦，或者用鑽石啦，或者用鐵器啦，或者用刀刀劍劍咧，都唔能夠刺穿佢嘅盾啦。咁本來呢個句子咧，一路我哋都唔能夠見到佢真定係假嘅。但係咧，直至到佢講咗呢一句，佢話矛之利，於物無不陷也。嗱，如果有支矛真係能夠擊穿嗰個盾嘅話，咁咪即係同我頭先講嘅第一句係相違背咯。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咧，我哋就可以知道第一句矛之堅，物莫能陷也，原來係錯嘅。我試下用一個例子去講多少少反證法。有一幅圖咧，已經喺網上流傳咗一段時間㗎啦。佢話咧，我哋可唔可以喺圖中嗰10個數字裏面揀3個填入去個空格裏面，令到佢3個數加埋係等於42。嗱，今次我試下用反證法去證明一啲嘅東西。嗱，我首先咧試下咁樣講啦。我哋假設咧2係其中一個數。如果2係其中一個數嘅話，咁即係話剩翻嗰2格，我哋要填個數之後會發生咩事啊？嗰2個格仔填咗嘅數字相加，必然有個和係40咯。但係留意下喎，我哋最大嗰2個數字17同埋19加埋咧，都係36啫喎。
都唔夠40，即係話我哋揾唔到有任何兩個數嘅和係40。咁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我哋頭先嘅假設，即係2係其中一個數啦，係錯嘅，亦即係話2其實唔可以係答案裏面嘅其中一個數。不如我哋又試下用4咯。我哋又假設4係其中一個數啊，同頭先嘅諗法一樣啦。如果4係其中一個數，咁剩翻嗰兩個數填咗之後會發生咩事啊？嗰兩個數加埋必然係38，但係咧我哋又發現到咧最大嗰兩個數，縱使就係最大嗰兩個數17同埋19加埋咧，都只係36啫喎，都唔夠38。即係話我哋揾唔到兩個數相加係等於38，亦即係話俾我哋聽4其實唔係其中一個數。嗱，你可能跟住就會諗啦，點解頭先我會用2？又會用4，點解我唔試下問1可唔可以其中一個數，3可唔可以其中一個數咧？其實可以嘅，不過咧，我為咗有效地更快去解答呢個問題，我就揀咗2同埋4。點解揀2同埋4咧？大家留意下，呢10個數撇除咗2同4之後，剩翻嘅數，剩翻8個數有咩特別啊？剩翻8個數都係單數。有啲咩特別咧？我哋試下回顧翻我哋上次所講單數雙數嘅特性。如果我依家有3個數相加，加埋等於42，或者我退而求其次，唔係話等於42，而係等於一個雙數，咁會發生咩事啊？如果3個數加埋係等於一個雙數，喺呢條題目裏面係42啊。咁我哋就會知道嗰3個數可以3個都係雙數，可唔可以一個雙數加2個單數啊？可以，但係我哋一定會知道嗰3個數必然有一個係雙數。點解啊？因為3個單數相加係唔會等於一個雙數。好啦，而我哋依家喺面前除咗2同埋4啦，我哋冇其他嘅雙數，即係話俾我聽乜嘢事情啊？即係話我哋假設係錯啦，即係唔存在有3個數相加得42。喺呢一步咧，我就證明咗，如果我哋係用1、2、3、4、5、7、9、15、17、19呢10個數填入去嗰3個格嘅話咧，我哋係唔存在有任何答案能夠加埋等於42。當然啦，你跟住就會問啦，會唔會呢條題目係錯咧？嗱，其實日後嘅日子我哋總會再探討呢條題目嘅。不過今日我已經證明咗，如果用我哋面前大家都認知呢10個數，即係1、2、3、4、5、7、9、15、17、19填入去個3個格裏面咧，係冇答案嘅。咁但係究竟呢個題目有冇答案咧？我哋留翻下次再分解。今集講到呢度，希望之後再可以見到大家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